嗨，大家好，我是汤平叔，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这一期我们继續聊聊伊朗，聊聊中東，聊聊波斯局勢。今天是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進行混合治療的第119天，也是哈梅內悟道成仙的第119天，同時也是穆吉塔巴哈梅內人間蒸發、音信全無的第119天。就在第119天雖然美國和伊朗已經進行了第一輪會談，但是雙方還是各唱各的調，陰雲始終籠罩在波斯灣的上空，尤其是霍爾木茲海峽。首先是美國國內，特朗普面臨美國共和黨還有民主黨的圍攻。特朗普他在社交媒體上痛批說，參議院的表決是給敵人助攻，幹的是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參議院不是前幾天表決一個要讓特朗普撤軍的一個這麼一個意向性的或者是態度性的一個議案嘛，50-48吧通過。所以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大發雷霆，他說我已經將伊朗逼至絕境，伊朗願做出實質性讓步，而美國參議院卻偏偏選在這個時候搞了一場不合時宜、毫無意義的戰爭權利法表決。特朗普聲稱這一表決等於是在給敵人提供援助和安慰，這些參議員讓我的工作變得更難了，但我會把它搞定。特朗普甚至說在瑞士談判的時候，說伊朗人都問美國代表這到底怎麼回事，也就是特朗普抱怨我在前面為美國流血流汗，你們在背後搗鬼讓我流淚，幹這種親者痛仇者快，給敵對勢力遞刀子的行為。有4名共和黨失敗者和民主黨站在了一起，伊朗方面甚至問我的團隊這到底是什麼意思。不過根據一名共和黨這個反對議員叫卡西迪，他說他是因為不滿沒有獲得伊朗軍事行動的簡報，在閉門會議中與特朗普互相叫爆發激烈爭吵，拍桌子摔杯子，雙方互吼。最終根據美國媒體報道，在萬斯的介入下，萬斯肯定把卡西迪帶到一邊，給他看了這個秘密的這些叫行動簡報啊。卡西迪說他了解到特朗普對伊朗叫政權更迭的目標已經取消，所以他又轉而支持特朗普的有限打擊計劃。所以說美國國內也在進行這種鬥爭，那麼鬥爭的結果就是特朗普再次獲勝。當然了，這都是面子上的，沒有什麼實際的意義。特朗普也發了個帖子，他說參議院剛剛改變了對伊朗的投票結果，從50-48的反對票變成了50-47的贊成票。蘭德·保羅和比爾·卡西迪改變了立場，感謝約翰·伊朗、格雷厄姆·莫雷諾以及所有相關人士。這次投票是對伊朗的警告。經過一番激烈的交鋒，參議院否決了旨在限制特朗普對伊朗戰爭的法案，特朗普最終獲勝。那不管怎麼說，特朗普在美國國內面臨着巨大的壓力，但是似乎他也翻盤了，又搬過來了。我認為實際上是美國國內還是發生了一些變化，尤其是油價現在已經回落到開戰之前，而且這個價格恐怕還要往下跌。我們前幾天節目說了，這個油價只會一路往下跌，除非霍爾木茲海峽又出現狀況。再加上特朗普簽的這個協議，恐怕越來越多的人看到了，這個恐怕是個權宜之計。所以特朗普也在全力在彌合美國國內的這些分歧，尤其是共和黨內部。美國國務卿盧比奧6月25號在巴林首都麥納麥出席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就是海合會成員國與美國部長級會議時表示，盧比奧一再強調，美國不會不惜一切代價與伊朗達成協議，而是想要與伊朗達成一份真實、可驗證且能夠得到遵守的協議。美國對談判仍然持開放態度，也為此做好了準備。盧比奧強調，每一達成的任何協議都必須保證伊朗不會擁有核武器，並且必須制定可核查的後續步驟，也就是說，特朗普的這個底線是核武器。說來說去，盧比奧說不想不惜一切代價與伊朗達成協議，那潛台詞目前實現臨時停火是準備中期選舉，
而萬斯堅稱，他說伊朗向美國提出比聯合全面行動計劃更嚴格的核查制度，以及清除擁有的濃縮鈾儲備。這個萬斯在接受英國媒體採訪時說，伊朗提出與聯合全面行動計劃完全不同的方案，包括更加嚴格的核查制度，以及清除伊朗擁有的濃縮鈾儲備。萬斯稱，美伊商討的備忘錄比以前的伊核協議更全面，將成為後續協議的基礎。也就是說，比奧巴馬那個協議要高明。這個顯然是伊朗人給萬斯挖的坑。我們一直說，美國人給伊朗挖了個坑，3000億的重建基金。同樣，伊朗人也給美國挖了個坑，核武器、核查、濃縮鈾。實際上，伊朗人很難在這上面讓步，或者做到真心的讓步，可核查。而就像這個特朗普那3000億美元重建基金一樣，都是雙方互相畫一個餅，各自的好像國內解釋。這個說來說去，伊朗是要解決當前的困境，火燒眉毛，因為他馬上就要面臨崩潰，軍隊的工資都發不下來。而這個美國是面臨中期選舉，油價降不下來，所以雙方各取所需。所以萬斯還說，如果萬斯還在相信伊朗人什麼會接受比奧巴馬的更加全面的協議，還去核查，也是放棄核武器、放棄濃縮鈾，那麼就相當於萬斯還在沉浸在伊朗人的那個畫的餅裡面。為什麼呢？在這一點上，盧比奧顯得更加冷靜，更加清醒，更加看得遠一點。這個記者問盧比奧，他說：“您過去曾稱他們是宗教神權的狂熱分子，您現在仍然認為這種說法適用於伊朗的現任領導人嗎？”也就是你說他們過去都是狂熱的宗教分子、神權分子，那跟他們打交道，對吧？簽協議的，那你跟誰簽？那你現在還認為還是嗎？現任的領導人還是這樣的嗎？就是狂熱的宗教神權分子嗎？盧比奧說，這不是我是否相信的問題，而事實就是如此。他說，我的意思是，伊朗的政治体制是由宗教人士、激进的宗教人士領導的，一直以來都是這樣。他們在政府的政治部門中也有一些人看起來更加靈活，或者更願意與我们合作。我們目前正在與這些人進行談判，至於結果如何，我們拭目以待。也就是盧比奧對這個是顯然跟萬斯是不一樣的。盧比奧說，那我們還要看看，雖然他們政府部門有一批人顯得靈活一點，也就是穿西裝的改革派顯得靈活一點，但效果怎麼樣，那還要經過檢驗，對吧？但是萬斯和特朗普那是選擇相信，那又是要上伊朗人的當啊，天天都要上一當，當當不一樣。這個特朗普他說，中東迎來了3000年來頭一次和平新時代，並向支持者表示，伊朗將永遠無法擁有核武器，他們的領導層已被徹底摧毀。3000年來，我們終於能迎來中東和平，我們將迎來中東和平。顯然特朗普的認識還沒有盧比奧深吶。盧比奧說了，這個新的領導層還是宗教神權狂熱分子，你都一樣的，那你把前面的去掉，後面上了一批還是一樣的，那這些人他怎麼可能放棄核武器？所以說伊朗永遠無法擁有核武器，那只有一個可能，那就是這個毛拉政權發生變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再次表示，他說伊朗既未與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格羅西舉行會談，也沒有計劃允許該機構檢查在美國和以色列襲擊中受損的核設施，靶子還沒一撇呢。那針對如果伊朗要放美國人的鴿子，耍美國人怎麼辦呢？也就是在核問題上面最終拒絕美國。盧比奧說，他說儘管美方不願看到外交努力失敗，但如果伊朗違背承諾或拒絕達成協議，特朗普總統手中掌控着諸多應對方案，也就是特朗普那個工具箱裡面工具還挺多。他重申，美國政府將全力給外交手段發揮作用的機會，目前正有一支優秀的團隊推進談判。盧比奧說，特朗普手中有很多牌，現在不能說，我也不知道有什麼牌不能說，還有什麼工具啊？難道給伊朗人發口罩嗎？關於這個拿伊朗人解凍資金買美國的農產品的事情，雙方繼續口嗨，繼續互懟。特朗普最新表示，他說我們還有一個新市場即將到來，
這是特朗普給他的選民說的，那就是可愛的伊朗，那是個美麗的地方，有人想去那裡嗎？說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他們目前在食品方面遇到困難，而我們將從中獲取一部分資金，我們会花掉它，我們再來用來採購小麥、大豆和玉米，數量很大，這個過程很快就會啟動，它會很大，我認為這將是個大項目。這個農產主好像一般都是特朗普的擁躉票倉，所以特朗普顯然在安撫他们，馬上給你們帶來大訂單，你們的東西再也不愁賣了。但是伊朗的議長，伊朗談判代表團的頭卡利巴夫立馬在社交媒體上發文反駁，他說美國謊稱我們解凍的資產將買下他們的農業，真有趣。我們唯一在收割的莊稼正是你們種下的，幾十年的不信任，它是有機的、豐富的，而且是本土自產的。很顯然，美國只出口轉基因大豆、破碎的承諾和垃圾言論。所以就這個事情上面，雙方還是針鋒相對，一個說買我們的農產品，一個說沒門。而伊朗議會新聞機構負責人拉希米對伊朗的電視台也表示，他說伊朗從未同意從美國採購食品補給，也絕不會這樣做。美方正在過度解讀諒解備忘錄，以影響其國內輿論。這些都是打嘴炮，不重要。現在重頭戲是霍爾木茲海峽又出狀況了。當地時間6月25日，一艘貨船在霍爾木茲海峽被伊朗革命衛隊的無人機擊中，遭襲船的船長報告暫無人員傷亡。一艘貨船在霍爾木茲海峽被伊朗衛隊的無人機擊中，據說這艘船那是掛的是新加坡國籍啊。2名美國高級官員透露，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於周四在霍爾木茲海峽襲擊了一艘新加坡籍貨輪，此舉令美伊上周簽署的停火、恢復這條關鍵航運要道通航協議面臨考驗。此次襲擊造成船舶駕駛台受損，但未出現人員傷亡。事發地點位於阿曼海岸附近。數小時前，這支伊朗準軍事海上力量剛剛警告船只不得走該國未認可的海峽航道。遭襲的貨輪此前在伊拉克烏姆卡斯爾港裝載貨物，目的地為新加坡。該船已在波斯灣滯留超過100天。當地時間周四清晨，該船駛向海峽入海口，另有3艘船舶也幾乎在同一時段嘗試過境。伊朗的革命衛隊吃了豹子膽了，又開始放無人機打這個貨船。他的理由是什麼？他的理由很簡單，就是你沒有按照我革命衛隊給你指定的線路走，所以就要遭到襲擊。那這是怎麼回事？既然通航，你管我怎麼走，對不對？實際上這裡面的門道就在這裡面。伊朗人衛隊非常霸道，他說霍爾木茲海峽通航以後，所有的船只都要經過他來安排，按照他指定的路線，你要報備完了之後，你按他指定的路線走，而這個指定的路線都是要經過伊朗的水域。言下之意，遭襲的這艘新加坡貨輪，他沒有走衛隊指定的水線路線，走的是阿曼那一側，所以在阿曼那邊被打的。那這到底怎麼回事？就在前不久的伊朗人的想法，大家都知道，他想擁有霍爾木茲海峽的管理權，他願意跟阿曼合作，所以他這個外長阿拉格齊還有議長卡利巴夫，他們都去阿曼訪問，竄到阿曼，要跟伊朗一起管理霍爾木茲海峽。但是很久以前是吧，特朗普就已經警告過阿曼，注意你的言行，如果你不想被炸平，那你就在海峽那兒收費，或者跟伊朗人沆瀣一氣，就這意思啊。所以阿曼受到警告以後，阿曼收起了這種想跟伊朗合作收費的這個心。但是阿曼人家是海灣國家，都是要靠水稻吃飯，靠石油，靠這些，那都跟霍爾木茲海峽有關。所以說，在美國和伊朗達成諒解備忘錄以後，不是說霍爾木茲海峽就通航嗎？所以阿曼立馬就順應美國的這個要求，這個倡議，他就在阿曼這一側啊搞了一個水道。畫出一條線，就這些可以貼着阿曼這一側可以走了。你想想，這個伊朗人跑了去找阿曼談，是想聯合控制這個水道，結果阿曼人跟伊朗一邊談一邊自己在這邊畫了個水道，容許船自由通行，而且永遠不收費。這是阿曼外交大臣巴德爾25號
在巴林首都就是海合会上当着这個盧比奧的面說的，未來涉及霍爾木茲海峽的相關安排不涉及徵收任何通行費用。巴德爾表示阿曼支持美國與伊朗簽署的諒解備忘錄，並強調推動落實備忘錄各項目標，例如實現預期和平，恢復霍爾木茲海峽的自由航行，確保航運安全暢通，具有重要意義。阿曼作為霍爾木茲海峽沿岸國，在支持國際社會維護海上航運安全方面承擔着特殊責任。阿曼將繼續依據國際法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的責任與義務，推動相關國際合作與努力。也就是阿曼不管是什麼原因，總之人家已經表態不收費，自由航行。那這個就讓伊朗的算盤落空，所以阿曼在沿他們的一側搞了一個水道做替代航線，這個就遭到了伊朗衛隊的警告。伊朗武裝部隊向霍爾木茲海峽附近所有船只發出警告，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必須獲得伊朗革命衛隊海軍的許可，並沿指定航線航行。任何船只若未經許可關閉這個應答系統或偏離指定航線，試圖通過海峽，那意思就是你要走阿曼那邊，那我就打，將承擔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或風險。所以這個革命衛隊是吃了豹子膽。那現在就看美國特朗普什麼態度。衛隊現在他要求的是管理權，你通過伊朗那邊人家也不收費，但是你必須要過來報到報備，提前48小時按照他指定的線路走，目前也不收費。但是你想，這個叫 PUA 或者叫什麼，就在訓練，是不是？就在讓你們一旦適應了被他管理，那他以後就要收費。但是你看阿曼不配合，阿曼在那邊搞了一個水道，你可以隨便走，那你的伊朗能受得了嗎？衛隊所以說他就對那個不聽話的新加坡的郵輪那個貨船用無人機打，所以說這個事兒鬧大了，看看美國人怎麼處理。如果美國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那這個事情。盧比奧說，他說假設我們徹底瘋了，完全喪失理智，決定同意實行某種通行費或收費機制，這要怎麼運作呢？根本行不通。如果不交費，後果是什麼？他說試想有一艘船說我不打算交這筆費用，這可不像公路收費那樣，你不會收到寄來的罰單，而是會收到炮彈和無人機。一旦你向一艘船開火並將其擊沉，就再也不會有其他船只敢通行了。所以這種機制不僅不明智，而且也根本無法實現，它甚至不具備可行性。因此最好現在就放棄這種幻想。但是人家伊朗已經開始這麼幹了，美國有什麼辦法呢？這個盧比奧說，隨你怎麼稱呼，通行費也好，服務費也罷，這不過是在玩文字遊戲。現實情況是，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有權對使用國際航道收費，什麼費用都不能收。那美國拿嘴說肯定是不行的。這個萬斯怎麼說的？萬斯說，美國中央司令部與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代表正在卡塔爾待命，準備舉行直接會談。你看看，衛隊和美軍直接會談了。大家也知道，好像這個衛隊是恐怖組織嗎？怎麼美軍直接跟恐怖組織談判呢？美國和伊朗原則上同意建立直接的軍事溝通渠道，以防止未來局勢升級。我們希望達成的成果之一是在伊朗方面建立一個減少衝突的溝通渠道。伊朗方面原則上同意這一提議，稱好的，沒問題，我們會派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人去卡塔爾與美國中央司令部的人會面，這樣我們就能解決很多爭端。也就是這個，你看霍爾木茲海峽的管理，美國中央司令部的海軍艦艇就在霍爾木茲海峽，而這個衛隊在那兒就在海峽上搞事。按照常理，跟衛隊談判應該是美國的中央情報局，也就是他們说跟恐怖分子打交道，不是軍队，軍隊跟恐怖分子打交道那就是動槍動炮鎮壓剿滅。但是你看現在是中央司令部跟衛隊直接溝通，這個就說明美國在這一塊又是讓步，這都是萬斯幹的。當然了，最終領導責任是特朗普。這個伊朗人的想法，這大家都知道，他無非想通過霍爾木茲海峽收費，一年收他幾百億美金。有媒體報道說，一年可能有400億美金的收入，他就按這個
原油1桶油1塊錢，一年大概多少萬桶油，它就这麼算的。你想伊朗它的 GDP 是多少？一年的 GDP 才3000多億美金，它收这过路費就能收400億美金，什麼概念？一下就10%幾的 GDP， 看特朗普能忍到什麼時候？因為衛隊如果你不滅或者不把它氣焰給打下去，那人家很簡單，無人機發一發，或者是又說水雷放了幾顆，這就是胡一金老師所說的下鳥論。那你說還有哪個船敢走？船東還有保險公司都不敢玩，萬一被炸了，你找誰賠？保險公司不敢保，這船東就不敢走，包括船員，對不對？那萬一被炸死了，你找誰去？所以那條航道相當於被廢。那看怎麼？也特朗普現在恐怕還在睡覺呢。那這個是美國和伊朗之間的，到現在為止各說各話，分歧的地方。那我們再看看伊朗內部，伊朗內部也很有意思。首先是作為斡旋方中間人，巴基斯坦人家總理謝里夫啊，他應該是借着斡旋，還有這次哈梅內伊不是要辦葬禮嗎？人謝里夫提出親眼要去見一見穆吉塔巴，結果伊朗強硬派議員卡姆蘭加贊法里。他接受媒體採訪說，他說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對會見穆吉塔巴哈梅內伊感興趣，這是美以陰謀的一部分，旨在促成對最高領袖的暗殺。而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一再保證，他說我向伊朗保證，作為兄弟，我們絕不會讓你們失望。也就是謝里夫在裡面斡旋很難的，他向哈梅內伊穆吉塔巴擔保保證，就是那個保證，我不會出賣你的，不會讓你們失望。想親眼見見這個穆吉塔巴，想當面跟他做工作，結果根本就不容許，強硬派根本就不容許。作為斡旋方謝里夫，這自己兄弟也不認可，因為懷疑你是美國和以色列人的眼線。你一旦見到穆吉塔巴，那穆吉塔巴的行蹤就暴露了。所以說，凸顯這個伊朗人已經緊張到什麼程度。那美國和伊朗的備忘錄能夠落地，核心原因是伊朗總統所代表的溫和派最終說服最高領袖鬆口，從而將伊朗的權力從強硬派手裡接了過來。這個實際上接了一部分權力，那個海峽那還不是在衛隊手上嗎？人家想關就關，關起來比較容易，放2顆無人機就行了。美伊能夠在瑞士達成諒解備忘錄，拋開外部博弈，伊朗內部路線博弈才是關鍵。總統佩澤西奇揚為首的溫和務實派多方斡旋，說服最高領袖穆吉塔巴，伊朗才最終選擇以外交談判化解對峙。那實際上是穆吉塔巴，對吧？被佩澤西奇揚逼宮了，人家要辭職。伊朗政壇長期分裂成2大陣營，革命衛隊、宗教保守勢力構成的強硬派根深蒂固，始終認定美國缺乏履約信譽。歷史上美方撕毀伊核協議、發動空襲的過往，讓他們堅決抵觸任何對美妥協，認為談判會動搖伊朗反美的立國路線。而溫和派則直面現實困境，40餘天衝突疊加多年制裁，伊朗通脹高企，基建損毀，外匯見底，民生壓力瀕臨臨界點。總統團隊反覆向最高領袖澄清，談判並非無底線退讓，而是換取資產，解凍3000億重建基金，恢復石油出口的唯一出路。同時承諾守住霍爾木茲海峽管控權，不放棄核自主底線。所有談判風險，內閣全盤承擔。最高領袖本身立場偏保守，公開表態上原則上不認同這份備忘錄，但溫和派拿出完整兜底方案，國安委集體背書後，他才選擇有條件放行，允許啟動60天常態化談判。如果沒有溫和派持續游說、層層擔保，強硬派的阻力足以徹底封死和談通道。實際上，這就是溫和派權衡民生與國家安全，說服頂層決策層，平衡國內各派矛盾換來的結果，也為伊朗爭取到喘息窗口。實際上，照這麼下去，核問題、霍爾木茲海峽問題沒那麼容易解決，還得打。而這個穆吉塔巴的軍事顧問，對吧？雷扎伊到現在他還是說，這個美國和伊朗的諒解備忘錄有問題。他說，美伊協議的任何最終文本都必須在技術和法律上準確，並表示伊朗應警惕美國隨後可能狹隘解釋的措辭。
雷扎伊表示，有關解除制裁的措施必須仔細起草，任何有關解除封锁的條款都應明確說明。他指出，備忘錄14點之一可能存在漏洞，稱伊朗要求美軍在達成最終協議30天內從伊朗周邊撤出軍隊。雷扎伊說，但美國人可能會說，在你周圍指的是你的沿海水域12海里。雷扎伊補充說，如果美國進行這種解釋，對於伊朗來說是不可接受的，也就是強硬派要求溫和派要小心美國人挖的坑。所以說，無論是盧比奧的表態，還是伊朗人的真實態度，都說明這個萬斯跟伊朗人溫和派搞的協議是個权宜之計。什麼時候撕這不好說，也很有可能在中期選舉之前就被撕掉了，被伊朗人撕掉了，也可能是中期選舉結束以後特朗普撕。我想特朗普在中期選舉之前主動撕的可能性小一點，伊朗人大一點；中期選舉之後特朗普撕的可能性大一點，伊朗人小一點，对吧？那就看誰利用這個時間窗口，誰回血回得快，是吧？如果伊朗人覺得自己錢賺夠了，又吃了幾天飽飯，他很有可能卫队就撕了，他把霍爾木茲海峽一關，再放幾個水雷，或者是提高更高的要求你們來報備，先報備，後面又開始要求你們接受一些服務，交服務費，一點點來。而特朗普說了，什麼錢都不准收，盧比奧也說了，不能玩文字遊戲，什麼錢就是自由通话，你沒權利收。那咱們就走着瞧。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